路边长长的排队人潮，立委陈天辉服务处执行长蔡旺全伫东区发送物资，含2600公斤的白米，予700户弱势家庭。这回除了传统的写书法、送春仔，增添新年的气氛，也佮传出音乐声。演奏的这支小提琴是新减台南市高响乐团团长的蔡旺全，以台湾元素打造而成，木材是对安平找来的台湾加油。还有我们二手回收的那个 Hinoki 当面板，还有当年强烈台风台南女中的一颗熔柏断枝那一段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小提琴的当指板。手指的指，让它变成断枝重生，赋予它新的意义。用台南制作的琴声送予大家新年祝福。蔡旺全多年以来以音乐更以行动关怀弱势，持续20冬，相当难能可贵。担任议员的时候，不断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音乐响宴，把音乐可以带入到每个社区，所以他每一次活动，移动也把那个音乐响宴，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参与到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享受的一个区块哈。音乐响宴结合各企业团体人士的善心，和公益活动特别无同款。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